打短炒平時就最中意用嘅就係 Vantage 啦。Vantage 佢唔單止係零手續費，而且佢仲可以輕鬆咁存取1000多種可交易嘅金融工具。例如，如果我想打香港嘅恒指，我就可以揀 HK50。平時如果我哋想喺恒指一路打期貨，我哋至少係需要有五萬幾蚊嘅本金先可以做到嘅。咁但係喺 Vantage 上面咧就唔需要啦，我哋用一個好細嘅本金，而且仲可以係自己咁調校你想要嘅槓桿添。喺 Vantage 上面交易係十分之安全嘅，佢係由無力金融服務委員會授權同埋監管嘅投資經紀商，仲係一間由1828年成立嘅全球保險經紀公司。該保險覆蓋包括每位索賠人最高100萬美元嘅索賠資格，但係最講到佢最好嘅好處就係我做量化交易嘅時候，我最中意打嘅黃金，佢喺上面佢幾乎冇其他雜費嘅，係非常之適合我 CTC 嘅打法嘅，最低呢入400蚊港紙都可以玩到。如果對我 CTC 有興趣嘅話，同我一樣嘅交易平台下載 Vantage， 用我嘅邀請碼 CTC Trader 開戶，仲可以獲得額外20% 嘅交易金額俾你去放心咁交易。有興趣就快啲下載啦，我喺書上面等你㗎。